今日2025年12月13號，因為好想食鹹牛肉蛋治，所以嗌咗喜蓮外賣。等陣大家遊客嘅至愛。原來係咁樣喎，好似有啲同想象唔同，我仲以為佢兩塊包添。哇，咁樣就29蚊。OK，跟住嗌咗出名嘅番茄通粉，好彩會分開，諗住呢個晏啲食。番茄牛味湯通粉，諗住屋企附近外賣咁就唔使，淨係嗌份三文治都得啊嘛。但係屋企附近又冇鹹牛肉，哇！隻蛋煎到咁燶嘅。不過嗰塊麵包好似幾厚咁，應該係滑蛋，點解煎到咁燶嘅？我諗下，即係自己買罐鹹牛肉煎滑蛋好過。有啲洋葱味。有啲甜甜地。慢慢食埋去，拜拜。